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1公司台语台 M 新闻，我是陈富宪，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像是假期上无工，国道5号大塞车恐惊到暗时8点过，车阵才卡透。但传出台湾头一波旅游开放名单日拍落，疫情中心正式这礼拜会开会讨论。一个红婴仔因为爸母无手无水，亲戚甲饲刷染着3文4菌，佮肠仔发炎、三心败肺症。新闻开始，先来关心交通状况。今日是双十假期上无工，国道5号上北路段中道开始塞，北塔卡时速剩10公里，高公局有了到暗时8点过，车阵才较透。这回假期，交通部推出台北往回花莲客运拼半价，煞未无解好。林佳龙表示，会考虑甲犹太拼到对折以下。趁着连续假期，真侪民众来到台东海边佚佗，一个看期拢是翕相游客。海边店头生意也因为连续假期成长1、2成。这几天车子都很多吗？游客跟那个车子，就是第一天跟第二天会比较多，一样也是都很多。中道记了后，随着游客从北北转来，东部国道佫出现塞车情形，其中国道5号宜兰到头城时速落到10公里左右的大塞情形，行停的状况到下晡也继续安尼。高公局估计休假即天各国道车流大约会在暗时8点左右疏解。包括像是国一的彰化路段、台中路段，还有苗栗路段的北向，还有国三的南投路段跟桃园路段的北向呈现车多的一个现象。那其中国道5号的部分，大概从头城到坪林的北向，会逐渐车速可能会低于40，车流大概会到晚上8点以后才会逐渐疏解。那也请用户朋友上路之前，多利用我们1968来查询一下我们国道的一个即时路况再上路。10月份中秋假国庆2大连续假期，高公局对上塔的国道5号推出封闭10道大客车优惠这多项新的做法。初步观察，国道5号主线加过去塔的时间来比较有缩短。不过交通部认为，往东部客运也真空，未来继续促销。连假头一天甲最后一天，往东部客运会跑到5折以下。东部往返的国道客运，这一次有比较大的优惠措施包括北花线的票价几乎都只有一半。那未来在廉价的这个特别是第一天跟最后一天收假我们也会来试办更优惠的一个票价。交通部表示，会在国庆假期了后进行大数据分析，整合5日做中秋、国庆3大假期的车流样态，来将做下一摆连续假期的速度做法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为对抗武汉肺炎疫情，各国封锁边关，大牵累观光产业。当传出台湾头一波旅游开放名单日拍落，疫情指挥中心证实，这礼拜会开会讨论甲拍落小开放的团体旅游细节。观光界5万个旅游泡泡规划有消息，多数国家北流可望是头一波开放名单，观光局已经甲北流开会讨论过相关措施，像共组旅游泡泡了后互相开放边境，以团对团由旅行业者出团，游客袂当脱团，双方也将是无开放自由行。团旅客也需要检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也毋过相关细节也会等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开会建议。针对帛流这一块来做考量因为帛流他们是由星光医院这边来协助他们的医疗跟检验，只有一个境外移入的个案，对这样的一个计划会来加以考量。若是指挥中心核定双方业者都会组成采线团，先前往对方国家看景。观光学者认为，若见旅游泡泡顺利上路，将是观光业复苏的第一步。北流是海岛水上活动多，过去一直拢真有卖点。若是伫防疫措施完备，有给市场反应应该袂歹。这是非常正向啦，也就是说，我们先不管这个旅游目的地到底它吸引性是多少，对台湾的比较大的这个经济就是入境旅游，虽然可能帮助不大，但是毕竟让这个旅行业还有就是国人也看到一丝这个观光的希望。学者分析，因为国际疫情还未顿伏，就算成功开始旅游泡泡计划，国内观光产业也是要靠各路来经。即马进入第4季，建议政府会当用奖励业者提出优质行程来取代旅游补助，趁疫情提升各路品质，为开放来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
康兴集团董事长李万杰日前互员工检举违反检疫规定，即马传出公司霸凌疑似检举董事长的员工甲别个日子。今日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要求康兴董事长伫10月13之前出面赔礼，若无会发动全面抵制。一个不顾全民健康、置全民于染疫风险的董事长，竟然要揪出吹哨者，还放任管理阶层霸凌员工，这根本就是一种专制独裁的企业文化。只是一个罔顾利益、不顾公益的公司，而这样的公司竟然从事教育事业，在文教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本就是假歹囡仔大细。全教总强调，康兴身为重要的文教集团，竟然派带头康兴董事长李万杰，本地11月会接受大同大学颁予伊的名誉博士，但也传出校方会搁再思量。中华保险一间做脚踏车零件的工厂下昼别火的现场庆乌烟，火烧甲正旺，2个工人着轻伤。消防局表示，导火的工厂真侪零件有镁这款金属元素，那用水拍火会爆炸，才该用化学布控制火势。浓浓乌烟伫厂体顶，远远就会当看到。铁厝厂房庆出大火，厂房的工作人员都惊火炭烧，赶紧将原物料甲半成品搬出来。搬出来是脚踏车零件的半成品，材料是镁合金。现场也放大批的镁甲阿鲁米等金属原料，消防人员伫现场被当装水，该用泼阻止火炭烧。现场是镁镁合金，那是进水性的一个物质。那我们现场采用泡沫来做防护。一些是物件啊，现在物件是要赔偿方啊。代志发生伫11早起10点外，位伫中华保险乡好金路的这间脚踏车零件工厂，技术外包工人操作吊车时引起火，2个人逃生时受轻伤，赶紧送医无大碍。厂房内底放原物料镁是上轻的结构用金属，下甲其他的金属调配成合金，提悬强度，也毋过活性大，化学性质活泼。若讲混的状态面积大，较会氧化爆炸，加水的反应更较会产生氢气，有爆炸危险。它的工厂登记的行业别的话，它是属于机械设备制造业，那些镁等等的那些的原料要去确认它的生产的制程。因为现场放大批含镁的成品甲半成品，现场指挥官要求先刷去白灰，被影响的部分需要等氧化反应完了后才拍花。官府表示，工厂是合法登记，确实原因会等消防局进一步调查确认。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传出新竹县政府要甲伫当文创艺术村的地幸福代替，艺术村内店恐惊收单，真侪游客拢讲真唔甘。新竹文化局表示，目前也咧甲代替参详，看敢会当互这个店留来继续经营。高厝景和老树田、圆田，阁有德边艺术的作品在边仔，徛在新竹县德东火车头边仔的文创艺术村，2017开幕时是声风光。不过，即阵却传出县政府要甲用地行落代替，真侪游客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把时间过来遮翕相留纪念。这个是部落的艺术嘛，那我觉得他做的还蛮有那个味道的啊。如果要还给是政府吗？台铁哦，台铁。如果还给台铁，我觉得有点可惜。好不容易变成一个文化的聚落，然后如果还给台铁的话，如果没有继续好好的维持下去的话，那会对新竹的民众来说是一个蛮可惜的地方。在地业者指出，对这个消息传出来到知影，可能爱搬厝，只有短几个月，准备的时间实在无够。不过，今仔文化局表示，如果大家代替方面沟通，希望或者业者通留好原地继续做生意。竹东文创艺术村它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一个据点，那需要很长时间来做培育跟扶植。那我们有很好的当地的团队，很好的在地的内容，应该要好好的来培育。县政府文化局的部分，我们也希望未来所有在这做的文创工作的朋友们，也能够继续跟台铁局来做一个合作，我们也会非常努力来做一个媒合。3年前真晓得会当拍做出一个文创艺术村，若是安尼煞讲，除了拍算对在地文创产业来讲，恐惊也是白色冲击。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来关心国际疫情，现时世界已经超过3700万人染病，197万人病死。
法国一日的新病例阁创新高，即马唔但巴黎、马赛，阁增加里昂等4城市进入最高境界，酒吧总要停业2礼拜。国际疫情继续上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球总计病例超过3700万，总计超过107万人为病过身。巴西过去24小时通报559人死亡，总计超过15万人为着死亡，是死亡人数第2悬的国家，敢若排在美国后壁。总计确诊数超过508万，排名全球第3，敢若输美国甲印度。不过巴西总统波索纳洛伊原老神在在。车执骑着奥多麦出现在圣保罗的瓜鲁亚海边，沿路停落来甲支持者来翕相，无保持社交距离，也无挂嘴暗。法国卫生部车执通报新增加26896人确诊，创下一天内底上悬纪录。总计确诊718000外例，过去24小时新增加54人为着过身，全国总计32684人。林纳巴黎甲马赛政府也伫拜四宣布，里昂这4座城市相关列入上悬警戒，酒吧必须关2礼拜。意大利首都罗马车执有几百名民众行上街路，抗议最近实施的进一步防疫做法，因不按所有人到户外拢会挂嘴暗，若无上悬爱罚款1000欧元的政策是伫骚扰民众。Sono qui personalmente perché ho voglia di ascoltare qualche voce alternativa a quelle ufficiali che si sentono spesso nei TG. Quindi sono venuta qua per ascoltare qualcosa di nuovo e di diverso. 意大利虽然病例数相对较低，不过疫情相关也上升。过去24小时新增加5724例确诊，29个人因为为着过身，大部分确诊的人是无症状的，因为扩大检测才被检出来。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出院了后，昨昏举办两边以来头一场公开活动，对白宫的露台演讲，强调伊会打败中国病毒。大家徛数百人相听，虽然医生表示 Trump 袂甲边2号人，竟然要是烦恼白宫会个爆发疫情。徛伫咧白宫露台顶悬摇手，甲台下支持者招呼，刷落来就甲喙暗烫落来。美国总统川普为着病毒了后，车执头一摆开放公开活动，以法律甲特殊做主题，发表超17分钟的演说。First of all, I'm feeling great. I don't know about you. How's everyone feeling? Good. And I'm honored to welcome. We call this a peaceful protest. To the White House in support of the incredible men and women of law enforcement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ork so well with us. And 川普感谢支持者伫咧伊带院的时阵替伊祈祷，强调美国会打败可怕的中国病毒。伊讲美国当伫咧生产强力的药啊甲疗法疫苗，嘛以破纪录的速度足紧就会就市。I want you to know our nation's going to defeat this terrible China virus, as we call it. And we're producing powerful therapies and drugs, and we're healing the sick, and we're going to recover. And the vaccine is coming out very, very quickly in record time. As you know, it's coming out very, very soon. We have. 虽然美国白宫的医生抗议，表示川普已经无传染病毒的风险，但不过并无说明川普是毋是已经转做阴性。佮加上伊无挂喙暗，外界烦恼这场活动是毋是会变做传染病毒的所在。More than 210,000 are dead, as was pointed out. We lose anywhere from 700 to 1,000 people a day dead. 另外一方面，拜登车执伫咧宾州举办造势活动，佮较一摆来骂川普疫情处理无妥当，答应家己若当选，会创造佮较侪就业，并且为好野人扣佮较侪税金。较正前，伊嘛批评川普破病佮要举行集会，表明除非川普挂喙暗，保持社交距离，也若无是袂甲伊共台。记者林浩如整理报道。镜头转来，咱国内国安基金会明仔会开会讨论，敢要对股市套场也是继续护盘。学者认为，目前世界疫情压力加美国大选等等因素，国际市场也无稳定，建议国安基金先卖退出，继续保护国内市场。
国庆连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台北股市大起，140.82点，收伫12887.19点，成交量也明显增加。国安基金委员会将伫12下昼开会讨论，敢是继续复盘。那3月19号8523开始以来，一直到这次最高点13031的上涨了4508点，在同一个时期呢，在国际股市里面，我们的表现算是相对的突出的哈。那所以由这一点看起来呢，国安基金进场呢，事实上有发挥它的效果。政府是伫2000年成立国安基金，一旦国内外发生重大还是金融相关事件，地属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实施来安定台湾金融市场的方式之一。过去国安基金捌6度进场复盘，包括2000年的震荡轮替、国际原油危机2度进场，2004年319枪击案，2008年金融海啸，2011年后坐飞机，2015年全球股灾。这摆国安基金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进场复盘，自3月19股灾低点的8523点起，一路降到7月28，创30年来新高，一路徛回12000大关。那12月期继续复盘，将履行2015年8月复盘232天纪录，成为上久的一摆。国的这个总统选举，不管是谁当选，大家都担心美国的国内会产生一些社会动荡。但美国的这个金融市场发生变化，全世界金融市场都会被带动。现在退场，因为刚好碰在压力之下啊，也许嫌太早了一点。学者认为，目前国际上新冠肺炎疫情越来越严重，加上美国将要举行大选，若要稳定股市，就需要一股真大的力量。建议国安基金应该继续观望，若有状况才会当救援。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的国庆演说讲，愿意促成两岸对话。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吴锡真呛讲，这是蔡英文面对两岸态度上软的一届。陆委会强烈呼吁中国约束官媒言论。但当双十假期，中国军机竟然也连续2日侵了咱的西南空域。台湾庆祝双十国庆，中共军机继续落入咱国西南空域。11共机游玩无停止了台，再度被军事媒记录到研判是运8反舰机。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国央视也报道，共军最近伫福建广东几个所在海峡港埔展开一场多边种联合立体渡海登陆演练。福建漳州鼓励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也发布禁航通告，10月13到17要进行时段射击。两岸政策相关总统蔡英文伫国庆演说，讲到两岸共同讨论和平相处之道，克服中国官媒。宽时总编吴锡真发文表示，这是涉及两岸内容，近年来口气上软的一摆。陆委会呼吁北京爱严格约束官媒言论。北京当局不应放任官媒胡言乱语、胡乱放话，在两岸升高敌意，在区域台海制造事端。吴锡真也唔愿输，发文回击，谴责陆委会对伊发表的言论干预，双方对立的意思悬。要安怎和平对话？中国学者认为，也是爱以一中原则做前提。如果蔡英文主席能够认认真真的对9·2共识或者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样一个概念呢，做出明确的表示，我觉得坐下来谈都没有问题。总不能坐下来咱们谈怎么样分开吧？包括他特别去引用习近平在联合国的讲话，就是希望真的中国能够落实所谓的不称霸这样一个立场。我想这都是率先伸出橄榄枝，而且这个率先伸出，我都开玩笑说是超前部署。甲中国学者的看法无同，台湾学者王志成指出，蔡英文罕见引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联合国的演说内容，正面表达对两岸对话期待。未来两岸的活动会更加长好，还是更加强持？学者认为，11月美国大选的结果是一项观察指标。记者综合报道。挂嘴炎防疫真要紧，饮食卫生也要注意。有一个红婴因为爸母饭煮好手无洗清气甲吃，刷染着沙蚊细菌，佮肠仔发炎，产生败血症。这拄出事10天的红婴因为急性的落屎送病院急诊，经过医师诊断是去为着沙门氏菌，也引发歹死性的肠仔炎、败血症这并发症。加在经过治疗了后，即阵情况稳定。
医师怀疑，真可能是负责照顾家长、家爸，也是鸡卵处理了后无彻底把双手洗清气，结果这个病菌喂着囡仔。如果这些东西有污染到沙门氏菌，那他接着又没有洗手，又去准备婴儿的奶粉也好或食物也好，就有可能经过这个过程交叉污染到婴儿的食物。医师表示，沙门氏菌是一种急性的肠仔炎。伫热天开发作，不过南口中级病院最近却是收治3名1岁以下的囡仔病例，迄是民众饮食卫生可能无注意，而且沙门氏菌主要开伫个鸡鸭只家禽身上，毋但污染这两壳，也侵犯到鸡卵本身。那生食鸡卵也是半熟卵，会可能喂着，尤其免疫力较歹的5岁以下囡仔甲老人是高危险群。一般如果是大小孩或大人得到，大部分就是肠胃道感染，拉肚子。但是如果越小的小孩子得到，有可能就会并发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败血症或脑膜炎，甚至肠穿孔，就会很严重的感染。医师表示，今年因为新冠肺炎流行，大家可能敢若注意呼吸道卫生，却是去忽视饮食卫生，所以提醒民众，鸡卵也有肉应该彻底煮好烧才去食。婴幼儿若是出现吐、落屎、发烧这情形，要赶紧去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家己报道照古早咧，在曝盐进前举办社盐文化节，互民众了解曝盐的历史。主办单位报道翠文化协会也到现场，招大家做好讨论盐田甲太阳光电的环保议题。社警的队伍对盐场出发，祈求未来的风调雨顺。主办单位也要邀请店家来推广在地食材，嘛准备趣味的南仔地体验活动，吸引真侪民众参加。就是有看到打广告，脸书打广告，然后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卸盐季，顺便体验一下划独木舟，还蛮好玩的。社天社地社盐节，那透过这活动，要来表达的是咱人对大自然、对环境的一种态度。透过感谢生命的限制，社盐节延续将近300年的历史。针对布袋地漳落塔甲工地设置咧盐田的议题，主办单位嘛特别有摆档啊，希望参加的民众讨论环保的问题。是爱选择正确的位置，唔是去选择已经有丰富的生态，也是在地人已经是赖以为生的安家立命的一个盐田地地来建制安尼。我现在住在这个布袋这边，所以就觉得好像对自己的家乡多了解了一些，然后有更深层的体会。政府若要做就做，为咱就讲盐田地啦，还是迄个农地，即马拢无咧做啊，伊就去做迄就好，伊那就来做放食，做苦辣甲迄两伙。布袋翠文化协会表示，社盐节对因来讲，唔那是一种宗教祈求的活动，更加是发展盐业文化、发展环境教育上好的机会。县政府嘛指出，透过这种文化节的活动，会当推广观光，嘛互在地文化通继续保留。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最后来关心明仔天气。北部地区24度到30度，中部地区23度到33度，南部地区24度到33度，东部地区24度到31度。外岛地区21度到32度。感谢您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陈虎宪，咱再会。